在台北一讲到客家小吃，像是吹薄啦、喊半眼啦、半盅等等，会是哪一家最好吃呢？内行的老饕们一定会告诉你，罗妈妈做的客家小吃亲后生。在以前，罗妈妈一大早做好客家小吃之后呢，罗爸爸和他的儿子就会帮着罗妈妈载着一箱箱的点心和小吃到固定的地方去卖。才一拿出点心和小吃摆开摊子而已，老顾客们早已等候在那里，等着买小吃来解馋了。罗爸爸和罗妈妈经常在固定的地方摆摊子，像是国父纪念馆啦、故宫博物馆、象山登山步道等等，都可能在一早就可以看到罗爸爸和罗妈妈的踪影。其实一直到今天，罗妈妈的客家小吃都还没有正式的店面，但是罗妈妈的生意却从来不输给其他的客家美食店。现在的罗妈妈偶尔还会在假日卖些小点心给来登山的游客们吃，因为这些登山客都早已经从顾客变成罗爸爸和罗妈妈的好朋友了。保有客家女子传统个性的罗妈妈，闲的时候都会和罗爸爸一起在自家的菜园里浇水、施肥，又或者是两人一起准备隔日要卖的点心和小吃的材料。但是你知道吗？当年跟着罗爸爸一起来台北打拼做水泥工的时候，是怎么转变成做起客家小吃的呢？哇，印度啊，出来发展啦，先发五个，按从来特别代表东西特别是现在结庄啦，结庄那对啦，结庄啦，嗰种时间嘛做小工时候啊哈。可能因个强人因啦，做动模式啦，可能还是想出来做小工做想啊，自家来做太工试试看啦。可能样板因做自家来做，结果我现在做到是挺好啦，因挺安乐啦，系啦。后来报名的时间，还是想做工作想演技好睇咧，好倒水咧，还是拿来冇买套路，想。家咁样卖事的人啦，家咁样做水包、做包、做该做的人卖啦，系啦，那做因为我做生意也挺好啦，生意挺好，现在就挺当然，大家挺会上下市场啦，大家会请为了人来帮忙，来人来卖啦。想不到就这么转个念头改做客家小吃，结果他们今年的名气已经是下港有名声。台北上出名，即使在这么不景气的今天，他们的订单还是接得全家都得熬夜赶通宵啊！相对最多哈，一日之家哈做1000斤的麻糬，1000斤，按相对500、300、200，老板人嘛，老板人你就50斤，生啊来心就哈，唔做嘞，帮忙弄啦。熬炸没样的，熬炸时间哈，做天光呢，其中哈，爱肉是水半点钟，越好越技术。其实要做好客家小吃并不容易，他们这么好的拿手绝活有传承下来吗？要爱做哈，爱生意就好啊，爱练技术哈，传下去了。练哈。我哋外腳土嘅嗬，太肉土嘅線橋係唔會做，會上嘅夾住，因為夾得多，因為夾我係夾得多啦。來到處，來線橋搶唔會啦。來到處展示哈，搶唔就提前名，賣最多了。原來他的媳婦和兒子都會做這些客家小吃，而永不退休的羅爸爸和羅媽媽呢？每天的工作除了沉浸在訂單上客家小吃的製作之外，閒暇之餘，老來俏的羅爸爸偶爾也會流露出客家人愛唱歌的天性，唱一首自己作詞的歌曲給羅媽媽聽，讓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感到羅爸爸真是非常的浪漫。而羅爸爸和羅媽媽胼手抵足，夫唱婦隨，共同打拼生活的深情，真是令人羨煞。